大家好，我係每日帶你睇領屋嘅怡喬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咗售樓部睇金灣華發天茂國際。依家直接去示範單位睇下。呢度咧係90到127平方嘅，有高層同埋洋房。咁華發天茂國際半島，呢個係個大門入嚟，去睇示範單位。入到個小區，仲有嗰個跑道，好舒服咯。今日嘅天氣喺珠海養老呢，真係好舒服。跟住冇偷影你啊，係啊，呢度嘅綠化呢，綠油油又舒服。前邊呢係小洋房127嘅，成個小區園區就係咁開闊。呢度嘅物業呢，都係華發一級國家一級物業公司嚟㗎。應該除咗萬科嘅物業、中海嘅物業同埋華發都係3家龍頭。呢兩位呢，就係我靚靚嘅同事啦，佢同我一齊去睇樓。Hello， 打聲招呼。Hello， 我係 Alison 啊。由小區轉過嚟呢邊呢，就真係好舒服嘅樓間距呢，好闊啊！行喺呢度呢，即係你唔會有壓迫感咯。廣東嘅天氣蚊蟲比較多，所以定期呢都會華發物業呢邊會做消殺。你睇到呢個人佢就係消殺嗰啲蚊蟲、曱甴啊嗰啲咯。繼續行過去，入住啦，你睇下。你睇個露台呢，係有啲人中意嘅話呢，咁有啲人就冇風，就可能屋企有小朋友就加啲鐵絲網。大家整齊舉出嚟嘅露台呢，就係 OK 嘅，好靚咯。我唔會話一個人黑色一個人灰色咁樣就唔好睇啦。啱先計下都呢邊小洋房嘅入住率都好高，基本上都住滿啦，好有人氣咯。咁朝早就10點，所以啦，我哋依家已經嚟到示範單位嘅樓下啦，9棟。依家就帶大家上樓睇下個示範單位。哦，咁佢設咗有啲健身設施，咁架空層呢度有業主喺度，小朋友玩嘅地方。跟住呢個入到嚟，我哋上 lift 啦，一梯兩房，呢種嘅私密性嘅係特別好。就係個玄關個位，跟住送埋呢啲裝修嘅鞋櫃、鞋單、收納櫃。哦，呢個實用量幾高喎，真係做得好靚咯，鞋櫃。係啊，成個櫃喺呢度。Hello， 呢間呢就係一間客房啦，個景觀好靚嘅，望住樓下嘅濕地公園，就超級舒服咯，又好安靜。好安靜，特別係去到夜晚嘅時候。啱先太多人啦，排完隊啦。依家重新影個視頻俾大家睇。呢一套呢就127平方。如果你喺香港呢未住過南北對流嘅房呢，咁你喺珠海呢一定要揾一套南北對流嘅屋苑過嚟住下，體驗下，你先至會覺得咩房係靚房。譬如話呢一套。咁樓下呢就係個濕地公園，對面呢就係高爾夫球場。如果你想過去呢，揸車就需要5分鐘。127 4房，2個洗手間、客廳、2個露台。露台呢好闊，呢邊可以做個生活露台。對面呢係我哋嘅家居中心，可以買電器家電。呢度呢就係小區嘅園林綠化。啱先我就係有呢條路上到嚟嘅。咁呢個呢就係露台，上面呢可以擺埋晾衣架，自己安裝。廚房呢就係中央冷氣機。呢個廚房呢就係咁樣設計 set 翻嗰個雪櫃、3件套同埋櫥櫃已經幫你 set 好啦。咁睇完個客廳同埋個飯廳呢，我哋跟住睇翻個屋苑嘅房間。呢間房間呢，大概呢就有接近12個平方嘅。好闊綽，而且呢個景觀面呢都係同客廳睇翻嗰個園景一樣嘅濕地公園。睇翻個主人房，呢間主人房呢有17個平方，可以擺1張1.8米嘅床，同埋個衣櫃同埋梳妝台，完全冇問題。個景觀呢都係睇翻濕地公園，好舒服。呢邊係正朝南嘅，個衣櫃可以食喺呢度。主人房呢係對埋嗰個
洗手間嘅，係啦，乾濕分離。呢個位置都可以 set 翻嗰個櫃儲物櫃。呢邊咧就係個客房同埋客廳嘅洗手間啦。依家我都可以對埋個書房，睇你點解去設計啦。咁呢個就係乾濕分離嘅。呢個標準咧係3年前我哋設計嘅交標。呢個位都係擺嗰個衣櫃。咁我啱先講嘅係4間房啦，咁佢都睇咗3間房，仲有一間房咧喺邊咧？其實就係入門個呢個位有個客房，都可以俾人哋可以執物房，你自己去設計。呢個係送嘅衣櫃。咁呢棟樓咧，因為佢係洋房咧，就係一梯兩伙嘅，門口嗰個門頭咧，呢個位置咧就係送俾你自己可以用嘅。睇洋房啦，依家去睇高層。如果你覺得洋房個積咧1200尺咧太大啦，咁就睇翻高層咯。高層呢邊係1100個積。單價咧係200到2萬2。依家嚟到高層，呢度係26樓露台，睇翻多一套係1100尺嘅單位，都係4房。佢呢度做唔到南北對流，東西南同埋東北朝向。入到嚟咧，呢度係個廚房個位，個廚房位其實都幾舒服、幾闊綽嘅。跟住個飯廳嘅話咧，就望翻小區樓下嘅綠化同埋嗰條路啦。咁樓下就係樓下就係嗰個賣家私嘅地方，呢個係個客廳，客廳啱先已經睇咗啦。咁呢一側咧就係房間嚟㗎，呢個房間咧就好大，基本上有去到10個方左右。咁睇翻個主人房，個主人房咧都係同啱先個洋房差唔多。咁景觀咧一定係冇嗰個洋房個位置咁靚啦，一次冇遮嘅，呢度係有啲遮嘅。咁呢個係主人房。如果你覺得洋房個積太大啦，咁你想買一套細啲嘅，咁你可以揀翻呢個戶型1100尺，都係可以做到個4房同埋2個洗手間啦。呢個洗手間咧就係冇乾濕分離嘅。睇翻呢個已經睇咗3間房啦，仲有一間房喺邊度啦？其實都係喺入門口呢度可以做間書房啦。呢一間房咧，佢嘅景觀面咧就冇咁靚啦，又係望住對面座樓啦，個視線係有遮擋嘅，有啲缺陷喺呢度。咁入門咧，呢度就係嗰個送嘅入戶櫃啦，都做好俾你嘅。你如果買落嚟呢個單位咧，幫你揀翻啲家私家電咧，就可以入住啦。已經睇完啦，咁127平方做到南北對流，你諗下你喺你諗下你喺香港需要幾多錢先至可以買到咁樣嘅樓盤、咁樣嘅戶型咧？南北對流嘅房咧，基本上可能有1個億嘅。咁你喺珠海呢度咧，只需要2字頭就可以買到南北對流嘅屋苑。如果你未住過咧，我肯定推薦你買呢個屋苑。點解咧？南北對流特別舒服嘅，住起身咧個通風咧係咁樣嘅。咁咧夜晚黑咧樓下咧就係濕地公園，前面咧就係小區園林綠化。咁你就唔使開冷氣機，你都會可以享受呢個自然風嘅。即係我嘅粉絲朋友咧，如果你對呢個屋苑咧就周邊感興趣嘅話咧，你都可以關注我嘅視頻。後期我會影翻位於珠海市中心1級配套嘅區域嘅生活配套，有金灣華發新都啦、金灣嘅市民中心啦、圖書館啦，同埋會展中心啦，呢度都係1級嘅配套。咁呢集視頻咧，除咗我會買啲樓俾你咧，我都會介紹翻港人喺珠海生活嘅配套，譬如話生活上嘅配套，居住證啦、社保、醫保啦，同埋啲寬頻咧需要點樣整，同埋嗰個交通嘅配套。我翻到香港有咩交通方式咧？關注我嘅 channel， 好用心嘅影翻俾大家。咁非常感謝我啲粉絲朋友咧關注我，你哋嘅關注支持我咧，係我會更加用心拍翻啲片咧，分享俾大家。咁就呢集視頻就介紹到呢度啦，下期見，拜拜。